未来本人看做嘅南洋票仓嘅新竹市，也摆有6个候选人爱抢一时嘅立委席次，做得过嘅动人来参选，竞争当激烈。其中爱争取连任嘅国民党立委李福忠，还有民进党提名嘅钟福顺两三个，无论係地方人脉，也係政治经历，做得讲出动丰富。也认真也两个政坛路中，就係行人，故所將新竹市3個月一股，大概12.5千嘅客家族群，就變做南陸縣陽嘅重要關鍵。李學生動帥，李學生動帥。4年前拿下了上得票率，用99000人票當選嘅李學忠，去參選過2任國台代表，留連任3屆嘅立委。唔單止要當到台前期作戰嘅經驗，豐富嘅基層人馬也本機打從現戰都打仗。因為新竹市客家鄉親佔總人口數嘅31.7%，差唔多係12.5千間人變啦。所以李學忠認為，就客家基本法嘅精神，聯動嚟講，貴咗新竹市都連入客家文化重點嘅發展區域，進一步將新竹市打造變作世界級客家鄉親嘅形象。桃竹苗嚟講啊，他們慢慢推動，就變到安尼嘅世界的客家原鄉，哦。因為安尼桃竹苗客家鄉親非常的多嘛，哦，安尼號召1億多嘅安尼客家鄉親啊，盡量轉到安尼台灣，那台灣了些就安尼桃竹苗來了。今年為咗爭取立委4連霸，李學忠提前布局，越鋪越較勁，就算禮拜競爭對手也係客家市，強用也有豐富嘅現場經驗。不過透過健康基層，嗱大規模嘅組織統戰。國民黨評估李學忠還係要當個為看好圖。李學章特別把他所做過的很多事情都表達得很清楚哈，那這個雖然是有目共睹，甚至是個爭取預算的部分、建設的部分、公基政績啊，不管是已經完工的，或者正在施工中，或者將要動工的等等啊，都會一一的呈現。那我覺得只要我們國民黨本身啊，把基礎工作、村里工作做得很完善的話，我相信這邊很多的流言誤會都會不攻自破。張學順，張學順，動帥。前年前下任新竹站立委之後，張學順搬到新竹市大，我專門跑圖去做生意。唔但曾累積從政經驗20多年，也熱切行到改革的最面前。禮拜為了讓重披戰袍，張學順主張根據客家族群最重視行業台教育嘅精神，為全力推動財田人才嘅培育計劃。客家人最主要主張是客家經濟嘅提升競爭力，然後呢客家人嘅子女嘅教育嘅特別計劃，學一啲嘅科學，學一啲嘅商學，學一啲嘅法律，學一啲嘅美學、文學，然後呢全部係大加強，使得啲客家嘅子女以後有下好嘅競爭嘅能力，係禮拜我提出來最重要嘅客家嘅主張。民進黨宣言，頭擺認為冇客家背景，從頭到現戰當中表述的。我禮拜有客家市立委張學順全面應戰國民黨，本黨內充滿信心。我從基層嘅反應來看，內部評估也幾條細節，也見來見集權國民黨內。我們盡量去幫助張學順呢，來在客家莊的地方呢，來多辦一些的這個說明會，讓大家對張學順有更進一步的了解。現在選民呢，只是看他的人，他有沒有誠心誠意要為我們老百姓做事，或者是光說不練，這樣子只有一隻口一隻嘴巴而已。無論係從政經驗、基層人馬，也客家市嘅背景，國民兩黨候選人都當作病頭。就算新竹市有強烈參選爆炸，我外界認為強讓很係路上對戰嘅局面。不論係偏講自己要把握做啲大仗，也天作唔敢看輕可見對手嘅實力。有種現在對南陸雙方來講都達到當辛苦，參戰嘅路上也都有數唔起嘅壓力。客家新聞王文耀新竹報道。